水晶可以招財，可以轉運，可以改變你嘅人生，令你嘅人生行上幸福之路。我揾到啦！揾到咩啊？揾到佢睇中我，我又睇中佢嘅水晶啦。點樣可以揾到我哋自己想要嘅水晶啊？等我教你啦。第一咧就係靠眼緣，好多時係水晶揀我哋，而唔係我哋揀水晶。當你望到個水晶嗰一刻，個心噗噗噗噗咁跳，就係可以想象到你戴咗喺身上嗰種靚嘅話，就係屬於我哋噶啦。而且每一款水晶佢都係天然嘅石頭，喺呢個世界上係獨一無二噶。當我哋揾到佢之後，就可以雙手合十，許個願，希望佢陪伴我哋行埋以後將來嘅路。點解最近咁多人中意水晶嘅？其實水晶不嬲都好多人中意噶，不過近年嚟咧又有疫情嘅關係啦，同埋經濟唔係咁好啦，好多人嘅負面情緒開始不停咁累積同埋增加。咁好多人戴咗水晶之後，佢哋係真實有體感噶。我用咗10年嘅時間去研究水晶、能量學、玄學、占卜術，希望藉呢樣嘢幫到更加多嘅人散佈正能量。我哋尖沙咀擁有自己嘅水晶門店 ，Facebook 星期1至星期6每晚8點去到凌晨2點都有水晶直播。想了解更加多嘅水晶，入嚟揾我哋啦！